香港最大嘅特色就係中西合璧，其實治療皮膚敏感都一樣可以。睇完西醫，其實中醫都有一套佢哋嘅睇法。我哋一齊聽下註冊中醫點樣講啊！中醫治療皮膚敏感咧，係一個整體觀念去睇嘅。你有皮膚敏感，但我會睇到你個氣血方面好唔好啊？你肝腎功能好唔好？你身體入邊啲毒素多唔多啊？我哋睇翻成個身體機能嘅。佢話無論你本身有冇皮膚病都好，突然之間紅腫痕癢，絕大多數係因為血氣或者五臟六腑功能出咗問題。重口味、煎炸熱氣、麻辣、榴蓮、芒果、大水菠蘿、荔枝等等呢一啲比較濕熱嘅嘢，咁呢啲咁嘅嘢都會令到皮膚嘅毒素變多。咁亦都有一部分人可能食煙啦、飲酒啦、夜瞓啦，又瞓得唔好啦、瞓得少啦，中醫角度叫做肝火旺。通常呢一類人士咧都係比較透支嘅，透支即係話佢個免疫功能下降。喺中醫理論嚟講，一啲壞習慣會令身體累積毒素，如果代謝唔到，就會成為皮膚敏感嘅最大元兇。不過要對症下藥，仲要睇下你係屬於咩體質。常見嘅敏感體質就有呢4種。如果喺冬天嘅話咧，或者秋冬天嘅話咧，基本上咧我哋會見到通常4個：血氣差方面，肝腎功能弱啲，濕熱痿膚，血虛風燥。一般人未必識得分，但係喺中醫師嘅眼入面，種種類型都唔一樣。血虛風燥，佢係偏向皮膚乾為主嘅。甩皮方面會比較多啲嘅，即係你會見到個皮膚咧好多皮屑，咁基本上咧亦都會好乾，搽極保濕都好似爭少少。咁如果佢濕熱痿膚嘅，好似頭先所講，佢水泡或者出水或者出血嗰方面會相對會多少少嘅。咁肝腎功能弱咧，通常係一啲年紀比較大嘅人士，後生就通常比較少見嘅。咁年紀大嘅時候咧，我哋亦都有一啲腰酸背痛，譬如夜尿、瞓得唔好，好容易醒、耳鳴。以上呢幾種只係最常見嘅類型，要再細分嘅話係有成10幾種，而且仲可以撈埋一齊。症狀係其實可以互相結合埋一齊噶嘛，佢可以 A、B、C 同一時間出現嘅。因為中醫係講辨證論治，你一定要辨咗嗰個皮膚到底係咩問題，然之後佢屬於邊一個症型，咁我哋針對性去用藥。中醫角度咧治療皮膚敏感咧，不外乎內服同埋外用。咁所以我哋叫做內外夾擊法去治療一個皮膚病或者皮膚敏感。外用方面，患者可以買藥材返去煲水，然後用嚟浸或者拍打患處，中醫術語叫做外洗。想再方便啲，就可以買現成嘅中藥 cream。不過外用嘅效果有限，想要長遠唔再痕，就要靠內服去調理。如果想明顯去解決呢一個治本方面為主，即係將來唔好翻發啦，或者減少復發呢一個情況嘅話咧，一定係中藥內服為主。內服入邊咧，基本上分2個，一個咧叫中藥嘅內服，一個咧叫做飲食嘅湯水。如果你濕重啲嘅，咁基本上咧，我哋可能要飲一啲車前草啊，係啦，百花蛇舌草呢一啲。咁如果你熱特別重啲嘅話咧，可能你就要用一啲我哋叫做譬如話金錢草啊、大清熱啊，或者叫做夏枯草啊。另外，湯水食療同埋自己按壓穴位，或者都可以幫到手。湯水我哋冇一個特別嘅8達嘅，但我哋有一啲穴位係可以俾大家去撳一撳。寒底嘅人可以按下足三里，濕熱嘅就可以按下合谷穴等等嘅穴位。咁呢一啲情況，其實基本上，如果你話我唔對症，我撳咗有冇壞處咧？其實冇壞處嘅。最後提提大家，皮膚痕癢嘅成因人人都唔同，千祈唔好亂信偏方，病向淺中醫先係上策啊！